讲到六队嘅盐田、盐路，嗰当然我们都系高雄美浓。其实美浓隔壁嘅屏东高速也有种盐呢。种青岛嘅时期是有200座嘅盐路哦。然后睇猫师傅圈也上嗰度路口，就看得到有人提卖嘅玉兰花，高速中嘅面积同产量，如系全台青岛嘅面积占埋全国嘅4.5%，产量则有5.3個家。亦同外界高少年地嘅文化同歷史，高數嘅民間團體希望透過資源普查嘅方式來做有內統嘅整理，安尼下一擺高數嘅觀光也會個有文化內涵同程度。又到了摘烟叶嘅時節，煙農拖上街比自家行較高嘅煙草地擺行來行去，摘一批嘅煙葉。冇幾久，南頂街已經有一太紮，夾夾拿到船行搭起來。這種利用儀器拖走了後限制，亦係香港時期種煙葉嘅農業行為，同南部地區當就看到。屏東嘅高數亦係安尼。講見千河家下，境內有250公頃嘅鹽田。當時他們都說種1甲地就可以買那個10甲地的10甲的田，對，所以它的利潤非常高。所以在這樣口口相傳之下，反而種植煙葉的人就是越來越多這樣。不過10年前，鹽就公賣改制，公賣局當然回收許可證，同時鼓勵轉作，一下鹽田只存70公頃左右。3甲啊，甲米班存甲班，啊又再甲米班又存7分班，啊7分班再甲米嘅4上變4分班。雖然是在種鹽葉嘅機會越來越少，不過對於鹽農來講，香港時期嘅外水也加減傳導。加減咪種啦。啊，你順土講好嘛？啊，我又講咯，農家人啦，又好鹽，伊是幾好油啦，又加減咪好鹽啦，冇講啊，幾啦，幾好啦。天空摘咗兩個鹽葉。鹽農會用架夾起來，然後送入本人安裝天然嘅對置式開鹽機，乃係傳統嘅台版式鹽料。過去同高數地區青島有200外槽，你下只存60外槽。大阪市就是它樓上有一個氣窗，對，那我們可以從氣窗分辨它是4坪的或者6坪。它氣窗如果是2個窗戶的，就是4坪的大阪式鹽樓；那如果是3個窗戶的，就是6坪的大阪式鹽樓。那其實，在6坪大阪式鹽樓在高速鄉是蠻常見的，在其他地區反而沒有那麼常見。其中一座係喺台灣罕見有同好嘅鹽料，只係眾人做就搬走。過去嘅路通空間荒僻無用，草也生到濕濕，見證高速鹽草產業嘅繁華同沒落。按不是高速嘅田行，而家係4天貨拖開變天通，同時速度唔會慢。行檢看係花農拖採收玉蘭花，見大頂頭頂、八頂立，小鏈界拖做些。為咗保持花嘅鮮度，南都還會變結冰嘅礦產水管。特別到了玉蘭花採收嘅時節，玉蘭花田就係按呢個景象，同時只有按不頭。阮即馬來無，我6點來有無？伊花拄仔當開，伊這露水無落來有無？露水無落來，伊袂開啦。伊個安怎都袂開啦，所以講呢，日是無露水袂開。
伊就是暗时落水了才开。采收嘅时间只有2、3点钟久，因为要关本中盘商天热送去市场，又含有玉兰花无法度变久，所以花农必须同时间照相局。另外，检讨按部调做些，只可调整照讲，务求爱贴配好，才有效率。但系遇到无收到反应嘅严客，大家就相互尊重。白菜啦、饭时啊拢系。阿妈真设计。啊，种啊，你都看伊嘛惊你啊。啊，因为你行沙沙桥有无？啊，你行要踏底下我沙沙桥有无？啊，伊也听声就走啊。伊袂等你啊。伊要走你约的啦。啊，你著看到俺，著尽量看要甲赶走还是安怎？啊，但是我看恁班哦，恁手嘛无挂手笼，安尼唔惊讲有一寡虫啊？袂虫袂咬人啊。透什么虫？有上个刺毛虫啊。过去只有热天嘅按补头，玉兰花田将会按无限。不过，底下平均2年实在采收500，可见系花农嘅技术。即阮差不多伫个2个月前仔就做啊，花粒，安尼。啊，你拄好，阮拄好当到即个寒天拄好上班，伊拄好成长大粒，安尼。阮当下迄个时阵是细细粒仔尔哦，伊这是伫即个叶有无？即个叶全变花粒出来。好，拄拄啊2斤。采收将那个玉兰花处理程序当简单，再浸过冰水就是得。因为太多工，电脑会增加伤害花嘅几率。但系拖冰水地保作业，系要保持花嘅鲜度。甲冻起来，伊无你无用哦，伊花烧哦，伊会开啊。啊，你有冰角伫遐冷，伊袂开啊。细个嘅玉兰花包好，等中盘商来拿货，干部就送去太台北，提供天然嘅教学苗同记录嘅摊商。啊，像咱一般即个玉兰花，会使芳偌久？差不多1工尔啦。遮短？嘿，一工就袂芳啊？ 1工过就伊就冷啊。玉兰花嘅家私蘑菇，使用咩青菜种就是得，甚至还来进行A化，来方便日后采收来到作业。伊后摆就是即个型，啊，这阮后摆阮来用掉，重新阮互一个一个圆形的型，安尼后摆阮挽较好挽较低。啊，敢惊风台？风台是这吹较袂着，因为阮甲矮化落来，有无？伊风食较袂着啦。目前全台湾种玉兰花面积10块界就会高数乡，占了4%左右，产量各开突破5项，系实实在在嘅玉兰花之乡。多上一看，高数有规模种玉兰花嘅历史，大约系30万年前一位客家妈妈，拿定自家5面前嘅玉兰花到离港马子庙选卖，因为生意唔稳定，许多有理想嘅农民开始大量来种。 买了一大包，然后搭着公车到离港那边的，慈天宫的庙前面街道那边去卖，每天都卖。那个时候民国60几年，一天就可以卖100-200块，他就觉得，这个是很有潜力的一个东西，所以他就，到处去找苗圃，看看有没有玉兰花的苗种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引进来泰山这边种。 然后它一种起来就是去卖，拿到庙口还是街道去卖，就很多人买，都没有剩下什么货量，所以越来就这样传出去就越来越多人来找它。又还有高数嘅地理条件适合玉兰花生长，所以种嘅人越来越多。这边是靠山，这个大武山路。 有一些西谷风，常常在这边吹，所以这边的农产品啊，像花啊，它们比较不会潮湿，所以这个他们这个有山谷风这样吹干了一些露水啦，所以农产品啊，像玉兰花啊，它们也比较不会长一些霉菌，比较好照顾。
高树是一个农业乡镇生产其他种嘅农产品，农业需要用水，灌溉用嘅水准也係高樹得地來看嘅景觀之一。水準流過之落，接着又話有一個洗衫場。洗衫場係當特殊嘅生活空間，係社區媽媽聯絡感情、交換知識嘅場所，所以也恢復當地人嘅生活記憶。高樹目前還有17處洗衫場，不過底下只是在洗掉家私，也係工種加拉貨，無法度洗衫咧。太監嘛，底下洗啊，水鬼槍啊，唔可以衝按河咗啊！啊，太監人吼，就原因就底下洗啊。啊，迄個有啲婦人家，有啲老人家，攏嘛底下洗。啊，用埋底下水要按河咗啦。啥唔知包洗洗，水安尼流一下多緊，都按河咗多緊，唔可以搶。可能都無結構，洗衫場唔係都要熟破百美設施，就像高樹漸漸減少嘅鹽田同廢棄嘅人流空間，淺層嘅歷史文化越來越難發現。所以有一些人2年半前開始，透過高樹大大小小嘅記錄、天旋路弄上弄下，透過淺入訪談同普查嘅方式，愛同高樹嘅歷史文化有呢同嘅整理出來。水幾分地？有。你水15檔啊？是講幾分啊？哦，2分外。哦，啊，你講有直接家己擺，家己路邊擺啊？無啦，無啦，是熟悉啦，熟悉還是講要栽培養係咩樣？我們綠園企這邊就是一直都有在輔導，就是社區來做社區營造的一些工作。社區營造它就必須要從資源的調查開始這樣子。幫咪歹勢，像每一下交落嚟偏研究誒。26年了。像每一下，要係教4年個學生冇？冇，啊用唔會上去教咯。啊，就講福羅花。好，大部分家嚟就講福羅花。親切、熱心，又很有耐心同受訪者培養感情，見通常攏是得順利完成訪問。一到普查員人員外來，唔單止踏實任務，自家也學到當多。有時候我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有時候大家不認識我們，就有一點排斥。看到我們就是比如說年輕人，他們就拒絕的方式是說。你要問那個文化的，你就去問老人家，老人家都不在，你去廟口那邊問就好了。這個什麼我們都不懂，我就這樣推掉。有時候老人家自己一個人在家，他也怕說遇到詐騙集團啊，他們就會一問就是假裝三不知。了解文化普查小組分工當清楚，有人負責研究，有人專門協商，有人進行訪談。學的都是自己的寶貴的經驗啦，而且也認識了很多人啦。有時候認識了很多，我覺得認識的這一些人啊，就是我往後要做什麼的很好的一些資源。像鹽業原料嚟種嘅，因為我以前喺鐵太魯縣，所以我唔知我高樹鄉有鹽業有原料。啊，自從做嚟嘅普查，以後我能發現到哦，我哋片內有幾多原料，幾多鹽業，啊多2萬都含有提種。對綠園企促進會來講，國家希望利用文化普查嘅方式，同高樹嘅觀光包裝咗淺土嘅文化之力。现在城市人他其实都想要去追寻这种，就是说，可能到乡下空气比较好的地方走一走，而且这边其实有产水果很多，就是包括可能枣子啦、凤梨啦、芋头，就是它其实是那个农作物是很丰富的，那风景也很好。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，借由就是资源调查，它其实我们未来可以去推，就是高树的一些，比如说乡村或客家的一些就是聚落的文化之旅的这个部分，这样。農業社區想發展觀光，不過無想失去人文同文化。高樹的新後生人愛慢慢寫下採地故事，
我属于将万金街高手文化地图。翕眼嘞，你这个种的啊？哎，这个种。